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最近在做菜色的影片，我发现讲农业台语足趣味的，而且甲菜色有关系的俗语有一寡特色，伊甲动物也是别款俗语有无相共的所在。所以我今日来讲一寡甲菜有关系的固定的用语。菜色影片的链仔，我放伫即个节目的文字小解顶面，无看过的人请去看。台湾脱离农业社会了后，即阵也是有人的种植，毋过方式已经甲过去拢无啥共款。因为做食人的技术甲智慧有足侪拢失传啊，特别是因咧使用的足侪树类，已经真少人知影。而且一项菜各部位也是相关的一寡动作、动词是真专业的。嘛毋是讲只要若有种田做事，就一定会知影逐项菜相关的事类。因为若无种过，也是离因较远的一寡菜色，就无一定会知影。我去找资料的时阵发现讲，虽然讲拢无济，毋过写农业器具也是农事甲做事有关、布产有关的台语，这款论文也是较济。也若干若讲菜色就较少啊，有可能是因为种的遮的菜伊的变化较大，中也搁经过日本时代引进改良，所以使用的词类可能嘛有插一寡日语，也是讲一直有新的菜类也是品种出来，所以相关的语词都会变真复杂。我今日跟他来讲菜色的意象甲相关的俗语。伫台语内底，甲五国菜色有关的俗语是真济，而且遮的菜逐项的意象嘛无啥相共，有关的俗眼嘛无共。咱为遮的俗眼也是俗语，会当看到英国人是安怎看待遮无共的菜。伫农作物内面，一直拢互人当作是足贵重的，是干那一项，就是米。这应当是甲自古早米就较贵，咱主要食米，而且阁捌发生过真济摆欠米粮的状况，所以米是用来形容较贵重的物件。咱会讲食米毋知米价，意思是讲这米比一个人咧想的价数阁较悬，较有价值。也是讲捌算毋捌值，掠米换番钱，就是去摕较贵重的物件换较粗俗的，袂晓算的意思。也若甲米比起来，番钱就加较操前，所以咱会讲时到时担当，无米煮番钱汤，这代表甲米比起来，番钱加足好摕到的。嘛有人讲做生意做甲刣牛，做事做甲捡番钱，拢是了钱的意思。做甲捡番钱，这就代表第一，番钱也有通捡；第二，是作善的人才咧做的代志。蚵仔甲土豆嘛是时常互人当作是无啥价值的食物，特别是蚵仔甲番钱生了真相共，这两项时常会摕来比较。所以讲一句内底讲到番钱甲蚵仔真济，像讲食蚵仔吐番钱，也是毋捌一个蚵仔番钱。也若青菜是大部分拢互人当作是较平常、单纯、简单，无啥物了不起的象征。像菜仁捡到肉，袂输讲是拄到真好运的代志。嘛有一句话讲，红菇包咸菜，就是外表好看尔尔。红菇通常是节日才会做的点心，较稀罕。毋过若掰开内面包的是咸菜，摕到的人就会真失望。
我是捌食过包咸菜的红菇，这句话代表咸菜是足粗俗的菜，菜脯嘛差不多。红仔某无烧气咸，菜脯金罔加咸，是咧形容两个人真困俭共心，就算无钱，敢若会当食菜脯嘛袂咸。拄则讲的这个菜的俗语内面是拢代表咱人对菜的看法，甲这个菜的意思。也若照这个菜的外形，也是安怎种发展出来的俗语，都有别项啊。像挂菜无白毋正长，这是咧教示人的话，是讲囡仔甲挂菜相共，若无教，都会大歪去啊。也阁有一句话讲，菜头沙无长，菜头咧发叶仔的迄部分叫做菜头长。菜头沙无长这句话表示讲，做代志不得要领，无头绪毋知影安怎做。台语讲沙无长，掠无长头，也嘛有人讲掠无头长，拢是同款的意思。沙无长的讲法，敢是为菜头来的，也是颠倒饼，是先有这款讲法，才摕来讲菜头，这我就毋知影。毋过菜头啥物时阵就爱掠有长？头一个是要烤的时是牛菜头长，刷落来会杀到菜头长的机会，我在想可能是若杀菜头长一摆就会当摕到较侪条菜头，因为若干那摕迄粒头，一手摕无两三条。刷落来是有一寡俗语，是咧讲咱人啥物时阵会食到，也是用到这个菜，佮代表啥物意思？像讲下狗食苦瓜，也无嘛有人讲目睭互灵眼壳换去，就像无共所在文化的人对共一款菜色的看法都无相共啊。伫无共年代的人对共一个菜色的现象的解说嘛会无共，所以古早的俗语到今，共一个现象无共地区的人，也是后来的人的解说嘛拢会有变化。像讲西瓜丁搭伫菜瓜饼里，这句真趣味。菜瓜饼是无法度钓西瓜，因为西瓜足大粒。毋过这句我看人的解说拢无啥相共。咱若是干那看一粒西瓜，会使讲是西瓜若揣无所在通大，伊就搭去菜瓜饼。这是一个新的出路，伊找到新的工具。毋过嘛有人解说讲，这粒西瓜是要出风头，无收本分。伊本底应当生伫土骹，煞想要爬去菜瓜田顶头。也若这句话摕来讲，做事人伊要种西瓜，煞搭一个菜瓜饼，就表示伊毋知影做代志的方式。所以解说有真侪款。另外一句就是像食菜脯运豆油，应当是无人会安尼做。毋过若安尼做，有两种解说，一个是讲伊加了工的菜脯就足咸啊，毋免得运豆油。也嘛有另外一款解说，是讲这个人真浪费，就咸笃笃啊，太就爱去运豆油。那我即阵来想，摕菜脯去运豆油，迄块菜脯安怎食拢食袂了。所以一块菜脯就会当食真久啊。也过来就是一句俗语，伊本身若讲法小可改一下，伊的意思嘛会变无相共。像讲有人讲无食乌豆，叫伊放乌豆屎，这就是咧强迫一个人。毋过若是换做讲无食乌豆，也会放乌豆屎，这就变做咧囂义这个人啊。通常食物因为袂振动，是点点伫遐，所以甲动物的俗语比起来，食物菜也是水果的俗言，应当是较少讲歹的，也是恶质的。像讲动物的俗语，都有较济咧讲人歹话，咱会讲饲鸟鼠咬布袋，也是死鸭硬喙皮。
毋过随望咱对菜的印象也是感觉拢是较单纯、较简单、粗俗，也嘛袂害人。毋过我嘛找到真侪咧骂人、口说别人的极骨话，像6月挂菜假有心，讲人虚情假意，因为6月应当是无挂菜，也若有嘛袂有心。另外一句是直干那菜瓜秋，若去问过菜瓜秋就知影，菜瓜秋是 QQQ。而且伊会抹伫迄边仔顶，也是伊抹会着的所在，抹甲足暗的，毋是直的。直甲像菜瓜手的意思，就是讲这个人是无正直、弯弯翘翘的意思。桥啊开黄花，是咧讲这个人变性，因为桥啊花是紫色的，煞开黄花，代表反正气啊。食饭啊无留种。通常咱晚落爱食的饭啊较油，所以内底无啥块籽。做事人若是明年要继续种，就会留1-2粒仔饭啊来做种。食饭啊无留种，是咧讲遐做代志，干那看眼前的利益，无顾前顾后，无去想未来的人。我发现谢正玉老师伊伫真早20当前的一篇论文。台语实物固定语式的语义分析，就是咧讲这主题，真趣味。即摆要做的10底菜色的影片，嘛会讲到一寡俗语，请大家会记得去 YouTube 看，也嘛追踪这个节目甲频道。欢迎大家写批来甲我讲恁的想法，嘛请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言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意思配连啊，就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